哎呀，没合适的了，用这个吧。在所有消磨工具中，角磨机是最有潜在危险的工具之一。不要使用没有防护罩的角磨机。防护罩不仅起到安全防护的作用，还能确保安装的砂轮片不超出规格尺寸。另外，砂轮片的最大转速要与角磨机相匹配。遇到质量不高，再加之转速过快，砂轮片可能会爆裂成碎片，致人伤亡。所以，要求人员在操作时必须佩戴好防护装备。凡受潮、变形、裂纹、破碎、刻边缺口或接触过油碱类的砂轮，均不得使用，并不得将受潮的砂轮片自行烘干使用。消磨作业时，应使砂轮与工作面保持15至30度的倾斜位置，要缓慢均匀用力，不得用力过猛，以免发生砂轮片破裂的现象。且注意，人员要避开切磨的切线方向。本着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态度，使用角磨机一定要装防护罩。